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。我哋今日嘅題目係記憶力最差星座 Top 3。第一名水瓶座，第二名射手座，第三名雙魚座。第一名水瓶座，記憶力指數15分。水瓶座個腦入面裝滿晒啲天馬行空嘅諗法，對現實中發生緊嘅事完全唔上心。佢哋一日到黑都喺度思考未來，對當下發生緊嘅嘢毫無記憶，甚至連啱啱先至擺低咗嘅嘢，下一秒就已經唔記得擺咗喺邊啦。第二名射手座，記憶力指數20分。射手座天生就樂天又隨性，佢哋嘅記憶力問題通常都係嚟自佢哋嘅唔專心，因為佢哋嘅注意力成日都會俾啲更有趣嘅嘢吸引咗去，就算約咗人，佢哋隨時都可以記錯時間同地點，嚴重啲，甚至乎連自己約過人都唔記得添。第三名雙魚座，記憶力指數35分。雙魚座可以話係活喺自己嘅幻想世界裏面，對現實嘅關注度唔高，導致記憶力時好時壞。佢哋好容易沉醉喺自己嘅情感同想象之中，其他人交代嘅事，轉個頭就好似未聽過咁，完全唔記得晒。唔知你嘅記憶力又如何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